再揀咯。你係點啊？即係你係玩迪士尼啊？迪士尼點唔解？知啊，是但。好唔好睇啊？好睇。第一步咧，我哋用一個 peach tone 嘅顏色大範圍咁打底，記得下至都要化。呢啲顏色咧好容易顯得隻眼浮腫，呢個時間我哋就要做翻啲眼仔嘅陰影，斜角咁上喺我哋最浮腫、最泡泡嘅呢個位置。有打同埋冇打嘅分別。加呢一個，唔係呢個。我嫌個眼影唔夠深色，所以再加深少少紅色。眼睛嘅中間我會加上呢一個大閃嘅橙色。下至咧我都會強調橙色嘅。畫咗條眼線先，再加上顏色。而家嘅狀況係咁樣嘅，中間可以加啲黃色線。哇！差勁多。跟住到達今日嘅主角藍色，諗係呢個比較 make sense。如果你想畫某隻色嘅眼線咧，其實你唔使買眼線筆㗎，你可以用一個平啲嘅掃，再加 fixer，再加眼影粉咧，就可以做到呢一隻色㗎啦。眼頭用藍色閃呢，今次用我覺得幾靚，有啲 beauty 嘅 lip gloss。我覺得好睇啊！